細說感言，李錦雄逢星期一至五為你釋世情、論人生。從港英時代嘅行政局到特區成立後嘅改稱為行政會議，其實都延續住一種係精英主義嘅管治模式，就係用行政去吸納社會各界精英，有啲係加入政府部門係做 AO， 另一方面呢，有啲已經成名嘅精英就加入行政會議係參與最高嘅決策。當年港英時代嘅行政局呢，其實有幾個必然嘅職位係保留俾英資大財團。當年香港民智未開，亦都咧未有什麼民主嘅意識。當中其實一個好強烈，一個政商一路，甚至話咧用而家術語叫做係商人治港官商勾結。但係以當年冇咁強嘅反彈呢，除咗話民智未開之外呢，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就係咧，我哋相信制度，相信有關嘅申報制度，有關嘅制約係令到任何人，儘管你係有參與最高決策，但係咧你係需要係割離，即係你個人嘅利益。當然，英資財團係當年係香港社會嘅骨幹，所以有咁情況出現，亦都係一個時代嘅轉變。但嚟到今時今日呢種情況咧，係絕對咧係唔可以再出現啦。所以我睇見係董建華先生係成為首任特首，喺去吸納行政會議成員整個選拔過程都係相當係審慎，係盡量割離一啲咧可能係出現一個嘅利益輸送，或者係春江水暖鴨先知啲咁嘅即係瓜田李下情況，仍然保留住個精英嘅選拔，就係吸納各行業嘅精英、各界精英係加入佢嗰個管治嘅團隊，成為佢嘅即係主要嘅內閣成員。但無奈今時今日睇見行政會議已經淪為一種嘅政治酬庸，嚟到籠絡政黨去箍票，或者係籠絡政黨嚟到去打通行政立法關係一啲咁嘅小圈子政治。喺成員當中既無個人嘅自略，更加失咗道德嘅光環，基本上呢，就係一個即係小圈子一啲裙帶關係。咁樣睇出整個梁班子管治嗰個嘅缺失所在。喺呢個整體嘅政府團隊未能吸納係即係真正嘅優才去加入係做呢個係局長啦。咁呢一方面，行政會議亦都唔見得有任何嘅個人嘅政治智慧、經濟嘅策略，以至個人嘅道德感召力，咁嘅團隊其實已經係千瘡百孔。而家再加埋發生咗係林奮強買樓事件呢，即係其實更加暴出整個行政會議呢嗰種嘅問題所在。林奮強何許人也？本來只一個即係專門係研究地產嘅分析員。咁睇中咗香港嘅地產係必然向上，加上咧就有啲資本，於是咧就靠炒炒賣賣咧都成為咗咧係即係一個隱形嘅富豪。佢擁有嘅物業咧足以同李國章一個香港最後貴族嘅相比，係行政當中即係其中個最有錢嘅人。但佢而家賣樓嘅借口就係咧未來幾年我差唔多做義工，於是咧係要套現咧嚟到去即係為俾家人嚟到去即係做生活。呢啲咁嘅講法咧，真係太過咧就係呃人嘅。點解咁講咧？好簡單，行政會議成員每月都係攞嘅薪津係8萬蚊以上。咁你係話咁有錢佬咧8萬蚊都唔夠我俾貼士，但係唔好忘記咧，好多人一年咧都係揾嗰係即係10萬8萬嘅。即係用咁樣嚟到去比喻自己做義工啦，呢啲咁嘅謊言呢啲咁嘅所謂豪語咧，即係確實令人咧係感到咧即係無限嘅羞愧嘅，即係對此君啊！另一方面，即係更加一樣嘢咧，就可能呃到別人。但係你稍為有啲嘅常識都知道，雖然甚至連胡鬚曾出嚟都撐林奮強，話佢咧並冇知道政府出招嘅情況。嗰個禮拜佢唔喺香港，根本就冇開會。即係話咧，佢並不在知情之下咧而去賣樓。但唔好忘記，林奮強成為梁整入幕之賓，主要係佢睇中佢喺地產方面嘅眼光同埋對香港前途香港地產前景嗰種積極樂觀黃金50。正因如此，林奮強嘅主力，佢嘅所謂最專長地方就搞呢個地產嘛，係搞房地產啊，睇樓價嘛，所以
長期以嚟喺嗰段時間，佢就係成為梁粉當中一個主要喺地產方面出謀獻策嘅人。一個咁嘅人喺過去一段時間，一定係有參與到整個決策嘅過程。儘管喺宣佈嗰刻佢不知情，即係佢咁講啊，但係整個脈絡佢係知道嘅。所以你如果誠實去表白咧，即係尚可以咧，即係大家覺得你係技術嘅犯錯，但係你繼續係用一種巧詞令色、政治藝術嚇，有什麼改善空間啊？我敏感度不夠啦，呢啲咁嘅政治藝術咧，其實係不足以今日香港政壇立足嘅。小市民對行政會議成員仲有3分嘅尊敬，啲係歷史一啲嘅遺產。但到今日咧，呢3分尊敬都破產嘅情況底下咧，你諗下整個地區班子點可以繼續前行呢？有2個局長已經係中箭，係重傷，夾硬拖住佢行。行政會議又有人呢係技術犯規，誠信受損。你試問呢個特區班子、行政同埋呢個管治班子當中都有咁情況底下，咁喺立法會亦都係咧有種種嘅矛盾撕裂啦。呢個就係香港根源所在。你不能係將所有責任係即係怪啲反對派嚟到係不斷去唱反調，而係整個政府係令市民失去咗起碼嘅信任同埋尊敬。嗱，呢個咧就係問題所在啦。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